大家好，我係蘇文峰，今日同各位老友、各位鍾愛玄學命理豪門運勢嘅粉絲，好好傾一場人生大風水。我成日講風水從來唔係迷信，唔係憑空估運、隨口講吉凶嘅虛浮學問，而係官商之氣、官運之命、官局之人心嘅真實規律。一個人嘅貧富起落、成敗得失，表面睇係機遇、係運氣、係人情世故，實則背後全部都係氣場流轉、命格起伏、人世格局嘅層層呼應。命係底色，運係起伏，局係選擇，三者合一先可以主宰人生富貴榮辱。好多人一世都誤解命理，以為富貴天生注定，貧賤與生俱來，翻盤全靠學府。但我縱橫玄學領域數十年，閱盡無數豪門、權貴、市井百姓嘅命格運程，始終堅信一句真理：凡人認命，高人造局。真正嘅頂級好運，從來唔係天跌落地嘅恩賜，而係絕境之中守住氣場、穩住本心、報對格局跟對貴人嘅終極結果。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香港娛樂圈最傳奇、最值得細細品讀嘅豪門逆襲，大局細哥謝賢嘅一生運程。提起謝賢，普羅大眾嘅印象永遠定格在風流倜儻、放顏不齊嘅熒幕前輩，一副黑超墨鏡，一頭標誌性馬尾，挺直腰板，從容氣場，縱橫香港娛樂圈數十載，見證港片黃金時代，屹立江湖，半生不倒，係人人敬重嘅四哥。外人眼中佢天生自帶豪門貴氣，一生風光無限，順風順水，彷彿從未經歷過低谷磨難。但世間所有光鮮亮麗嘅背後，從來都藏住不為人知嘅暗湧與風霜，絕大部分人都唔知曉。90年代末那場直華全港、震動亞洲嘅金融風暴，曾經將風光半生嘅謝賢狠狠打入人生谷底。當年香港樓市崩盤，股市暴跌，百業蕭條，資產瞬間大幅縮水，無數富豪一夜反盤。四哥亦未能好免，一場大運沖克令佢投資慘敗，家財散盡，幾乎瀕臨破產，周身負債，人生跌入前所未有的絕境。常人遭遇此種滅頂之災，多半會意志消沉、精氣神散、一蹶不振，從此沉淪谷底，再無翻身可能。但謝賢偏偏打破命理常規，於萬丈深林中穩住心神，守住氣場，憑一己硬骨、一世格局，揼家貴人助力，子女旺運，風水守局，最終完成絕地翻盤，中年負債累累，晚年坐擁億萬資產。85歲高齡斬獲金像獎影帝，89歲圓滿落幕，子孫有福，家業長青。呢一場橫跨半生嘅逆襲大局，絕非單純運氣使然。從面上命格歲運吉凶、貴人助力、子女借運，到居家守氣、資產佈局、晚年傳承，每一步都暗藏極致精妙嘅玄學密碼。今日我就由專業商學、八字命理、風水格局、人性天道四大維度，層層拆解四哥謝賢嘅人生翻盤真相，話俾大家知。真正嘅改運從來唔係改命，而係改氣、改局、改本心。商學有韻，相由心生，氣定命穩。一個人嘅一生喜樂、吉凶下福，早已寫喺面上骨上、精氣神當中。我睇命數十年，最看重嘅從來唔係五官精緻與否，而係精氣神是否常駐，氣場是否不散。命格可以有起伏、有破敗、有災劫，但只要心神不敗、氣場不塌，人生就永遠有翻盤生機。首先拆解謝賢嘅核心面相與命格。格局中寬四哥一生面相最大特點就係貴格大漏，身弱神強。呢種命格係典型嘅先難後易、先破後立，中年渡劫，晚年大成格局，亦都係佢可以熬過金融風暴絕境重生嘅關鍵底色。先官避相，商學之中避為財星，主一生財運福報，中年運勢係研判貧富格局嘅核心部位。謝賢並高直挺拔，山根飽滿不起折。呢種避相屬於正統貴格，主其人天資聰穎，心性堅穩，做事有底線，做人有風骨，一生自帶江湖地位與名氣磁場，絕非平庸俗人呢，亦都係佢可以縱橫娛樂圈數十年，始終受人敬重，屹立不倒嘅核心面相根基。但世間萬物有得必有失，有優必有缺。四個鼻頭準頭圓厚飽滿，唯獨鼻孔微微外露，喺傳統商學之中屬於典型嘅漏財避變體。呢種避相嘅核心命理特徵就係財來財去，聚財賺難，偏財不穩，投資易敗。天生適合依靠名氣、技藝、人脈賺取正財，也就是演藝之才、江湖之才。但極其不利投機、投資、樓市、股市，偏財博弈。再繼承佢八字大運嚟看，謝賢命格五行屬金，一生靠金氣立身揚名。演藝行業、娛樂圈人脈界為金氣加持嘅貴業。
而90年代末，恰逢佢踏入水運大運，玄學命理有云金生水，水泄金氣，水運來臨持續泄耗，本命金氣導致自身氣場靠虛判斷力下降，財運破敗，守財無力。偏偏呢個階段，佢涉足樓市投資，投機求財，剛好撞上命格最忌嘅運勢，可謂雪上加霜。更加可險嘅係1997、1998兩年，係謝賢命格歲運並臨嘅頂級空關。所謂歲運並臨，即係流年天干地支與大運天干地支完全重合，主運勢極端吉凶兩極分化，常人預知，多半災劫縱身，破財敗業，家宅不寧，係人生難得一遇嘅大劫關口。歲運並臨之年，雙重氣場疊加衝克本命財星，直接導致財星破損，富財失守，投資全盤失利。當年香港金融風暴直走全城，樓市斷崖式下跌，四哥名下房產投資資產瞬間大幅縮水，負債冤親官司成日新債主臨門，風光半生嘅豪門名望一夜之間近乎崩塌。我見過太多人遭遇此種命格空劫，人生絕境，即刻面如死灰，眼神散亂，彎腰心背，言語怯懦，精氣神瞬間散盡。一旦神氣散盡，就算有再好嘅機遇，再多嘅資源都無力承接，最終只能一蹶不振，鐵底沉淪。但謝賢最難得、最值得世人學習嘅地方，就係佢完美煎釋咗商學頂級格局，身衰而神不衰，命滯而氣不泄。佢晚年髮線後移，面容清秀，身形單薄，從形體格局嚟講，屬於身衰之上，代表肉身承壓，運勢低迷，時局不利。但佢嘅上庭額頭完美補足咗所有缺陷。四哥額頭天中天庭部位平整開佛，飽滿圓潤，無紋冇破，雙學之中。上庭主智慧，主眼界，主應變能力，主絕境求生之機。天庭平發之人最大特質就係腦筋通透，思維靈活，絕不鑽牛角尖。低谷之時懂得禮服，懂得變通，懂得守住本心，等待天時。無論身處幾大嘅困境，都唔會自我內耗、自我放棄，永遠留一線生機俾自己再觀眼想射。現天生勢也飽滿，雖常年奔波勞碌，半生操勞，眼尾如美文心重，但一雙眼神始終清亮精靈，堅定有神，毫無怯懦慌亂消沉之態。眼為心之苗，眼神不敗，即是本心不敗，志氣不敗，氣場不敗。好多人誤以為四哥常年佩戴墨鏡，偏愛有型穿搭，只係明星偶像嘅包袱，習慣性扮酷。實則從風水氣場角度嚟睇，呢係一種極高明嘅精神包裝氣場護持。玄學講究氣不外露，神不所散。運勢低迷之時，人嘅眼神容易暗淡，氣場容易虛弱，極易俾外人察覺拱壁，進而招致小人欺凌，債主逼迫貴人遠離。佢頭髮稀疏，便以帽遮之；眼神偏弱，便以墨鏡護之。用外在嘅型格姿態，穩住內在嘅心神志氣，護住自身謹慎嘅氣場呢，就係我成日講嘅改運真郎。運衰之時，先扭氣再守局，後守財。運勢最差、人生最苦嘅時候，錢財散盡唔緊要，資產賴損唔緊要，最緊要嘅係腰板唔可以屈，眼神唔可以怯，氣場唔可以散。只要氣場尚存，骨氣猶在，天時一轉，貴人一到，自然可以逆風翻盤，重整山河。謝賢中年絕境不破功，核心就係呢個身衰神不衰嘅頂級命格，命運可以搣奪佢嘅錢財，消耗佢嘅運勢，打壓佢嘅境遇。但永遠打唔低佢嘅骨氣，散唔到佢嘅氣場。呢份絕境之中嘅從容硬淨，就係佢日後承接貴人助力、子女旺運、晚年大成嘅最大底氣。命理有一句鐵律：身弱逢劫，必待印星；絕境逢生，必靠貴人。如果話謝賢自身嘅骨氣氣場係佢絕境不死嘅內因根基，那貴人入局就係佢翻盤重生嘅關鍵外因推力。世間所有絕境逆襲，從來都唔係單打獨鬥。命格再硬，骨氣再強，若無貴人幫扶平台依託，終究難以逆天改運，鐵底破局。當年金融風暴之後，謝賢命格陷入極致嘅財多身弱空局。何謂財多身弱？簡單嚟講，就係命格之中財星過旺，壓力過重，自身氣場虛弱，承載力不足，錢財壓身，債務纏身，運勢反噬。越想求財越破財，越想脫困越被困。八字命理化解財多身弱嘅唯一核心解法，就係以印星生身，以貴人扶運。印星主幫扶，主貴人，主平台，主機遇，主兜底。唯有強力印星入局，先可以泄化凶煞，補足自身氣場，化解債務危機，扭轉破敗運勢。而命中救謝賢於水火，拉佢出森林，成全謝家兩代輝煌嘅頂級印星貴人，就係英皇集團創始人楊受成。
我深耕玄學數十年，閱人無數，楊受成嘅面相格局絕對係萬中無一嘅大佬，貴格天生貴人格局。佢嘅面相骨相完美印證咗天乙二德貴人嘅所有特質，天生善於識人，善於佈局，善於絕境扶人，善於借勢成事。首先觀其上庭，楊受成額頭圓潤高廣，飽滿方正，天庭光潔，伏羲灌頂。相學之中，伏羲灌頂係頂級貴相，主天生大智慧、大格局、大眼界，極具商業天賦與危機預判能力。擁有呢種面相之人，眼光毒辣，思慮深遠。常人睇到風險，佢睇到機遇；常人睇到破敗，佢睇到價值。尤其擅長喺亂世之中佈局，低谷之中識人。再觀眼相，佢一雙眼眸深邃，內目光堅定，壯而拔露，眼神穿透力極強，係典型嘅龍眉眼格局。龍眉眼者，靜時沉穩內斂，不動聲色；動時目光如電，洞察人心，無凶光無戾氣，卻有掌控全局、識人於微嘅頂級氣場。搭配佢筆直挺立嘅鼻床，相互有情嘅影骨，淨將面相形成君臨天下、厚德載物嘅大佬格局。呢種面相之人，天生唔係打工成事，而係坐鎮全局，提攜攞後輩，成就他人，成全自己嘅天生貴人行業舵手。當年就言身陷絕境，周身禮好身，負債累累，聲名又壓，娛樂圈一眾商家同行款款避之則吉，唯恐被拖累。人都睇到佢嘅破敗、負債與落魄，唯獨楊受成睇到咗別人睇唔到嘅核心價值。謝賢半生積累嘅江湖地位，從未斷絕嘅人脈氣場，深入民心嘅國民名氣，以及謝家後代暗藏嘅頂級大運玄學之上，貴人從來都唔係無端出現，憑空相助。世間所有貴人相遇，本質都係磁場相吸，價值互換，氣場共鳴。你身處絕境，依然守住尊嚴，守住氣場，守住價值，先可以吸引更強嘅貴人磁場向你靠近。你若至今墮落，氣場盡散，價值全冇，就算貴人在眼前，亦會擦肩而過，無緣相助。楊受成嘅出手幫扶，從來都唔係單純嘅慈善心願，而係頂級高人嘅長遠風頭、精準佈局。佢喺謝賢人生最低谷、最落魄之時，頂住外界眼光，不宰蔡畝牽連，果斷出手幫扶化解謝賢嘅燃眉危機。更加極具遠見嘅係，佢早早簽約年少嘅謝霆鋒，提前佈局謝家下一代嘅頂級運勢呢一步，其鐵底盤活咗成個謝家大局。楊受成以自身印星貴氣平台資源商業格局，生負謝賢虛弱命格，化解歲運凶煞。謝賢以自身半生名氣、江湖底齡行業人脈為英皇賦能造勢，謝霆鋒以自身年少、頂級大運、超強爆發力為成個格局注入新生動力。自此絕境破敗之局鐵底逆轉，轉化為貴人扶身、三代共贏嘅頂級富貴大局。最終謝賢還稱所有賽末晚年封神，暫獲影帝；謝霆鋒年少成名登頂天王，暫獲金像影帝。楊受成順勢壯大英皇娛樂，坐穩香港娛樂行業龍頭地位。一場看似簡單嘅貴人相助，實則係玄學人性商業運勢嘅完美閉環。坊間流傳30年嘅俗論，一直曲解謝家當年嘅變故。人人都話謝霆鋒16歲早早出道簽約英皇，係賣身替父還債，係謝賢走投無路犧牲仔女嘅無奈之舉。從我專業玄學格局嚟拆解呢個說法，大錯特錯，純屬俗人淺層眼光、世俗片面解讀。呢一場橫跨兩代、牽動香港娛樂圈嘅經典事件，從來都唔係悲情還債，而係一場精心佈局、天時地利人和齊備嘅父子反哺、三方共贏頂級風水局。首先拆解謝霆鋒嘅先天八字命格。坊間公認謝霆鋒為甲木日元出世，生於新月，新月金旺木弱，金氣克制木氣，先天命格食傷制殺，格局獨特，氣場強勁。好多人唔識命理，唔明白食傷制殺嘅真正含義。簡單嚟講，呢種命格之人，天生自帶壓力、自帶叛逆、自帶悚妄，一生需要承壓成長、逆境成才。命格之中嘅煞氣看似係磨難、係壓力、係阻礙，實則係成就佢一生功名地位成就嘅最大助力。壓力越大，磨住越多，爆發力越強，成就越高，屬於典型嘅逆境成才、煞旺成名格局。再觀佢面相骨相，謝霆鋒雙眉勞密有力，眉骨挺拔，眼神帶煞清亮早理，骨相清奇端正，氣場禮烈，完美契合煞印相生嘅頂級底子。天生自帶明星氣場，舞台緣分，抗壓能力極強，爆發力驚人，注定唔係平庸凡人，一生必有大紅大紫之時。而謝霆鋒16歲之年，卡好踏入人生第一波頂級大運，
丙戌大運，丙火透幹，戌土助身，火土旺上，卡口可以暖身助運，制衡命格過旺金氣，化解先天命格弊端，催旺名氣，事宜人緣機遇。從玄學大運邏輯嚟講，呢個階段嘅謝霆爽正值人生氣運最旺、爆發力最強、最容易一炮而紅嘅黃金窗口期。天時已到，命格已備，運勢已起，只待地利人和，便可順勢騰飛登頂好峰。卡好呢個時候，謝賢遭遇人生低谷，財務好辛，看似係家族劫難、人生困境，實則係借困造勢、借難起運嘅絕佳跳板。這條也嘅低谷困境，為謝霆爽年少出道、快速出圈、博取大眾同情與關注提供咗絕佳嘅人和契機。而謝霆爽嘅頂級旺運又反向幫扶，超於謝賢化解，債劫扭轉運勢，還清腮母。更加印證呢個格局絕非賣身還債嘅係當年嘅真實真相與隱世高人嘅預判。謝賢生前早已公開澄清，從來冇所謂賣仔還債嘅說法。謝霆鋒自有熱愛音樂天賦出眾，熱愛舞台。16歲出道完全係順應本心追逐夢想。當年一場私人聚會之上，年少嘅謝霆崇即興獻唱，獨特嗓音絕佳氣場，個人天賦，當場被楊受成一眼相中，認定係不可多得嘅樂壇專石未來巨星。與此同時，香港頂級風水隱世高手陳伯早已提前預判，13歲嘅謝霆鋒命格貴不可言，未來成就必定遠超即巧於謝賢10倍以上。再三叮嚀楊受成務必全力簽約，重點培養一代貴人伯樂，一位隱世風水高人，一副頂級少年命格，一場恰到好處嘅家族際遇，最終成就咗呢個天時地利人和混合局合嘅五全格局。呢個精妙無比嘅三角互理風水局，分工清晰，各司其職，互相成就，閉環共贏。謝賢承擔名嘅格局，縱使中年負債運勢低迷，但佢半生積累嘅江湖名望、行業地位、人脈砥礪國民認知度依然存在。呢份無形名氣磁場為謝霆好出道鋪路，為英皇造勢賦能，係成個格局嘅名氣根基。楊受成承擔財與印嘅格局，英皇集團提供頂級資金、專業團隊、演藝資源、發行管道、曝光平台，以印星之力生扶兩代人運勢，為謝家翻盤提供堅實後盾，係成個格局嘅核心載體。謝霆爽承擔運與勢嘅格局，少年大運爆棚，氣場強勁，天賦拉滿，憑一首謝謝你的愛1999橫掃全亞洲，銷量炸裂爆紅全網，源源不斷嘅財源順勢入局，徹底化解謝家財務危機，為成個格局注入最強勁嘅新生運勢。最終結局人人可見，楊受成借力謝霆鋒爆紅之勢，穩固英皇娛樂王國版圖名利雙收。謝賢借助仔女旺運貼底，還清財務，擺脫低谷，重塑名望。謝霆鋒借勢平台，順勢大運年少登頂落壇天王，開啟傳奇演藝生涯。呢從來都唔係悲情賣身契，而係一張改寫兩代人命運、成全三方格局嘅頂級風水合約。好多人只睇到謝賢晚年翻盤嘅風光，卻忽略咗佢人生最低谷之時最頂級嘅風水智慧：守運、守氣、守局。我成日講改運易，守運難，翻盤易，嚟復難。人生順境之時，人人都識得乘風破浪，順勢而為。真正嘅高手，永遠懂得喺絕境低谷、運勢最差之時，守住最後一線生機，守住自身氣場，守住翻盤希望。當年金融風暴過後，謝賢負債累累，債主臨門，資金鏈斷裂，幾乎所有身邊人、商界朋友都睇淡佢。結局人人都以為佢最終會變賣資產、清空物業、貼底破產、晚景溫良。當時外界所有人都唔理解，點解謝賢窮到負債唔申利息壓頂，都死頂住堅決唔肯變賣自住豪宅，幾層收租大廈。外人紛紛嘲佢死要面子，打主念衝碰子，盲目硬撐，不懂變通。但喺我眼中，呢一步堅持，恰恰係謝賢一生最高明、最通透嘅風水智慧，亦即風水學核心奧義。守住氣口，以待天時。風水之道貴在藏風聚氣。人居於屋，屋承載人。住宅從來都唔係簡單嘅居住場所，而係一個人一個家庭嘅根氣所在，氣場根基，顏面底牌。一個人一旦變賣祖屋自住豪宅核心資產，等於親手斬斷自身根氣，散盡家庭氣場，對外宣告自己鐵底失敗，氣數已盡。一旦氣場根基崩塌，就算日後有機遇嚟臨，貴人相助，自身氣場虛弱無根，亦無力承接好運，把握機遇，最終只能錯失翻盤良機。謝賢當年寧願承擔高壓利息，頂住巨大壓力，熬過無盡煎熬，
都堅決唔變賣核心資產，背後藏住兩層頂級智慧。第一層係守住外在門面，穩住人際格局，只要名下有物業、有資產、有產業，喺債主、商界、江湖面前就依然保有資產、有底氣、有償還能力、有翻盤可能嘅姿態。正因呢份硬撐，先冇被債主步步緊逼趕盡殺絕，先可以保住最後喘息空間，為自己爭取捱伏等待逆轉運勢嘅時間。一旦資產清空、門面盡失，只會被鐵底碾壓，毫無翻身餘地。第二層係守住內在根氣，等待天時轉運。人嘅運勢有起有落，有盛有衰，低谷只係一時，絕非一世。中年破敗、一時災劫都係運勢輪迴嘅正常過程。只要根氣尚在，氣場不散，居所不失，一旦流年轉換，大運交接，自然可以接住新運逆風翻盤。世間絕大多數人落敗，唔係敗喺災劫、敗喺困境，而係敗喺絕境之中，自亂陣腳、自斷根基、自散氣場。運勢一差就慌困境，一嚟就亂壓力，一到就氣，最終親手斷送自己嘅翻盤希望射燃。呢份衰而不敗、困而不垮、窮而不笨嘅硬淨，先係佢可以熬過漫漫低谷，等到貴人相助，等到子女成才，等到晚年大運，等到殺出個黃昏絕佳劇本嘅真正核心原因。呢個世界從來都係如此，運氣只會眷顧穩住氣場嘅人，好運永遠只會流向懂得守局嘅人。低谷之時，守住本心，守住骨氣，守住根基，先係人生最頂級嘅改運風水。命理有云：中年破財，消災；晚年聚福聚財。人生所有苦難磨住低谷煎熬，只要能夠守住氣場，堅持到底，終將成為晚年福報嘅鋪端。踏入2000年代射燃，正式步入60至80歲嘅晚年大運。命格鐵底迎來乾坤逆轉，前半生泄耗自身破財派業嘅水運鐵底褪去，取而代之嘅係印星護身、貴人長存、名利雙收嘅頂級吉運。何謂印星護身？印星主福氣、主守護、主尋、主名氣、主福報、主安穩。晚年印星入局，鐵底化解前半生破敗災劫，補足自身氣場，催旺名氣聲譽，讓佢半生積累嘅人脈經驗、名氣口碑全部轉化為實實在在嘅財富與福報。謝賢一生最聰明、最通透嘅風水思維，就係懂得將虛名氣化為實富貴，將半生沉湎化為晚年圓滿。好多老一輩藝人風光半生，晚年過氣之後，名氣散盡，冇人問津，晚景平平。但謝賢截然不同，佢精準吃透咗玄學化虛為實嘅頂級智慧，將四哥呢個響鐵香港娛樂圈數十年嘅金字招牌，打造成獨一無二、無可替代嘅超級 IP。只要四哥呢個名號在，話題就在，流量就在，價值就在，人脈就在。佢將半生積累嘅無形名氣、江湖地位、觀眾緣、好人緣，全部資本化、價值化、商業化，穩穩守住晚年富貴格局。最令人讚歎嘅係佢85歲高齡嘅華麗逆襲。年過八旬，本該安享晚年，退居幕後，謝賢卻憑住電影殺出個黃昏，一舉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成為香港影壇高齡稱帝嘅傳奇人物。喺呢部作品之中，佢破天荒脫去佩戴數十年嘅墨鏡，卸下所有外在包裝，僅憑一雙沉淡半生飽經風霜嘅眼神演戲。呢一幕卡好完美對應風水命理，化虛為實、反璞歸真嘅最高境界。前半生佢靠外在氣場、明星光環、江湖名氣立足係虛，晚年佢靠實力尋債、閱歷功底封神係實。前半生嘅所有風光磨難、喜樂沉滯，最終全部高現為晚年嘅榮譽地位、尊重與財富。命格鐵底圓滿，運勢鐵底歸正。與此同時，謝家父子雙生運勢互補嘅風水格局，喺晚年鐵底閉環圓滿。謝霆遠功成名就、事業冇風之後，從未忘記超越當年嘅堅守與付出，用心盡孝，反哺報恩。2017年，謝霆盲豪迪8500萬港元購入淺水灣怡豐近2000呎頂級海景豪宅，贈與謝賢安享晚年。不止於此，更為績超也聘請4位專業醫護人員，24小時3班制貼身照料，起居飲食健康作息，全方位守護晚年生活。玄學之中，子女盡孝血脈，和睦親情圓滿，本身就係最大嘅陰德，最好嘅風水。父輩中年石虎堅守家風，積累陰德，晚年必得仔女福報，血脈回歸。謝賢中年扛下所有風雨苦難，為仔女撐起天地，守住家風，晚年得以享受仔女孝順、富貴安穩、福壽萬長，係天道輪迴、福報自歸嘅必然結果。